国际新闻来看，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今仔已经第4天了。伊朗嘛讲已经有超过220个人死亡。伊朗革命卫队的情报首长个副手拢死了。以色列嘛有死伤，佮讲伊已经甲伊朗浓缩铀的设施毁掉了。另外，美国总统川普昨嘛强调讲，以色列甲伊朗最后应该是会达成停火协议，也毋过两边可能爱个争执。有美国官员嘛表示讲，川普成功来阻止以色列暗杀伊朗最高精神领袖的计划。伊朗继续对以色列发动大核试，真实升落3号的报复攻击，对以色列发动数百粒飞弹。以色列中部城市佩塔提克瓦16个透早受到伊朗飞弹的攻击，至少12个人受伤。也那以色列第3大城海法15日暗时也予伊朗锁定。主体区真侪建筑是烧烧去，真侪民众赶紧避入去地铁站避难。The situation may be not so bad because I expect we will win. Yeah, I just don't understand why we have schools. Why do we have educational systems if the grown-ups are just gonna bomb each other? It's confusing, basically. 伊朗表示，以色列攻击已经造成伊朗200多人死亡，当中有真侪是妇人人甲囡仔。原来以色列15日也成功弹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首长卡泽米甲副手。伊朗外交部受到冲击，伊朗纳坦兹地区的浓缩铀提炼设施也予毁掉。以色列国防军15日强调，按算攻击伊朗会付出代价，但是为着生存，以色列是无别的选择。 וממחישים את הסיבה לכך שפעלנו עכשיו, לפני שיהיה מאוחר מדי. 美国官员表示，顶礼拜六甲拜日，以色列有机会暗杀伊朗上悬的精神领袖哈米尼，但是和美国总统川普动落来。川普15日表示，伊暗算以色列甲伊朗双方会当达成停火协议，但是伫这战场该战一阵仔。Sometimes they have to fight it out, but we're going to see what happens. I think there's a good chance there'll be a deal. 15到17，伫加拿大起过的7大工业国峰会，会锁定这场关系到全球局势的冲突。川普受访的时表示，无反对和俄罗斯总统普京来敲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，不过马上受到法国总统马克宏的反对。原来国际油钱已经受到影响。16亚洲的早盘，布兰特原油一时是起5.5%。伊朗逐天出口大约150万桶的原油，捌伫14警告讲，考虑封锁荷姆兹海峡，全球有1/3的石油拢通过这个海峡来运输，若是关起来，会严重冲击到全球能源市场。公司新闻警员强朋友。